安禄山，安禄山，武林出身，武林出身，武学之人，武学之人。我在台中条所在，为人客，只有必修为客处。你达都来说，为着这道站，为着这道站，就是分粮所在，为你讲。如果可能在一起，为人发现，安禄山温柔体义，温柔体义，从此中安，从此中安。当兵王指定走到隋阳所在，如今安禄山兵马到隋阳，这好一有个还。这位兵马到位，今朝咱就加兵讲的。